成日見人裝修 ADU 踩中廚房風水禁忌，搞到財運唔穩，家庭不和。今日就教你3個超實用廚房風水貼士，想財運亨通一定要聽清楚。又係吳 Sir 提供風水小錦囊嘅時間。第一個大忌，一入大門就直對爐頭，風水上叫開門見火，代表財氣一入屋就燒晒，儲唔到錢。破解嘅方法，喺大門同廚房之間擺一個屏風或者高身植物，幫你擋走直衝嘅煞氣，令財氣可以慢慢聚，唔會即刻走晒。第二個錯誤，廚房設計得太黑冇陽光，搞到財氣入唔到屋，家人仲成日爭執。點改善？1. 加燈令廚房光猛啲。2. 用黃色、橙色呢啲暖色系嘅裝飾，提升陽氣，帶動好運。第3個大忌，爐頭喺屋嘅中央，風水上叫火燒心，即係火攻心位，會影響屋主心臟健康、脾胃唔好、情緒煩躁。如果可以，千祈唔好將爐頭擺喺中間。如果已經改唔到，記得喺廚房加啲咖啡色、米色裝修，屬土可以銳減火氣。最後記住，爐頭最好放喺側邊，唔好直對門。如果你唔知自己 ADU 廚房擺得啱唔啱，留言問我，我免費答你。同埋記得 follow 我吳 Sir， 我有實用風水貼士，幫你衰運轉好運，唔好錯過。